好啊，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啊！咁啊，好開心喺度咧，見到大家一齊敬拜嚟到去領受神嘅話語。咁剛才讀咗好長嘅聖經啦，約翰福音咧就由第11章嘅1節到第14節啊。剛才讀完咧，大家留心其中嘅一兩節啊。喺第3節嗰度佢話呢，他姐妹兩個人就打發人去見耶穌說：主啊，你所愛的人病了。嗱，呢個係被差遣嘅人差去見耶穌人講嘅。佢話：主啊，你所愛嘅人病了。然後呢，第5節嗰度呢，就係話耶穌素來愛馬大和他妹子並拉撒路。咁呢個係聖經嘅作者講嘅，邊個？係啦，約翰講嘅。約翰就話呢，耶穌就素來愛呢三姐弟嘅。嗱，根據呢兩節嘅聖經呢，我就定今日嘅講道嘅題目就係主所愛的人病了。咁當你一睇呢個題目嘅時候，你嘅內心有冇一啲嘅疑惑啊？呢個題目有冇一啲好似表面上面有一啲嘅矛盾啊？點解主愛但係又會病呢？大家有冇咁樣諗過啊？都可能會咁樣嚟到諗過，係咪？人生喺呢個世界上面呢，多多少少都會受呢個病患嚟到困擾嘅。就我哋成日都講咧，常言道生老病死係人生難免嘅，係咪？咁咧80年代嘅時候咧，有一首流行歌咧咁樣講喎。咁咧就我唔唱啦，我一唱咧大家就毛管戙噶啦。咁咧佢就話咧，為什麼竟會生病？輾轉反側在床上，有冇聽過？啊，聽過都一把年紀啦，係咪？係幾廿年前啊，40-50年前嘅歌了，係咪？人喺病患之中就會問點解？當你見到你身邊嘅人個個都好人好者，冇病冇痛，咁而你就經常受呢個病患困擾嘅時候，你就更加會問點解係我？但係聖經一個好強烈嘅信息就係話呢個病嘅人係主耶穌所愛噶。聖經好強調呢一樣嘢啊。咁所以咧，今日就同大家嚟到探討呢個主所愛嘅人病了呢個題目。當我哋一齊用我哋嘅心嚟到敬拜嘅時候，求神又透過聖經嚟到對我哋講說話。嗱，第一方面嘅道理呢，第一節嗰度咁講咧，佢話有一個患病嘅人名叫拉撒路，住喺伯大尼呢個地方。嗱，你記住呢個地方啊，應該會提呢個伯大尼呢個地方，就係瑪利亞大家姐啦。馬利亞應該係二家姐啊，馬大嘅大家姐啊，咁咧就細佬拉撒路三個人。嗱，第一方面嘅道理要同大家分享嘅呢，就係人總會有病噶。咁喺第5章呢，就記載到喺耶路撒冷嘅一個地方，羊門嘅一個池子呢，希伯來話叫做伯示大呢，旁邊有5個廊子。嗱，注意聖經講，佢係有燙着瞎眼嘅、瘸腿嘅、血氣枯乾嘅許多病人。哇！而且呢係重症噶啦，呢啲都係重症嘅病人。第一個道理要同大家分享就係人總會有病，係同神嘅愛係無關噶，或者咧講得清楚啲就係有病係唔等於神愛你啊，有病係唔等於神唔愛嗰個人啊。呢個聖經裏面一個好重要嘅道理。咁點解人係會病嘅咧？弟兄姊妹，點解你會病啊？點解我會病啊？嗱，如果你由醫學嘅角度、科學嘅角度加埋神學嘅角度呢，咁你發到呢患病又係有幾個原因嘅啦，就唔用啲時間呢同大家嚟到分享。第一係因為我哋住嗰個生態環境導致到我哋有病啊。細菌啊，活喺呢個世界上面，好多林林種種嘅細菌呢，當我哋受感染嘅時候就會有病啊。病毒啊，嗱，呢啲叫過濾性嘅病毒。
比細菌咧更加細嘅過濾唔到嘅。大家有冇印象啊？呢個 COVID-19 新冠嘅病毒，我哋仲記憶猶新啦，係咪？哇！全世界都受感染，戴口罩嘅日子一條線同埋兩條線嘅日子，大家仲有冇印象啊？仲未完㗎嗱，呢個新冠病毒仲喺度播緊嘅，不過佢個殺傷力已經大大減低。嗱，所以呢係因為呢一個嘅環境使到人有病啊。環境好多嘅致癌嘅物質啊，係咪？好多化學啊、輻射啊，同埋一啲嘅微生物都影響我哋，係使到我哋致癌嚟到有病。最好嘅例子就係食煙啦，係咪？原來咧煙草係可以釋放70種致癌嘅物質，所以你話唔應該戒煙呢？唔單止你食煙啊，將嗰啲致癌物質吸入去個肺嗰度，你噴出嚟嘅二手煙啊、三手煙啊，一樣嚟到害到人，係咪？所以呢，就係咪應該即刻戒煙啊？為人為己。環境裏面有輻射啦，輻射係話可以使到人有病。平時日常人嘅生活呢，最容易遇到輻射，大家知唔知係咩情況啊？照 X 光你係有病先照嘅，平時你冇需要你唔會照啊。手機都唔係，手機嗰啲係電波嚟嘅啫。大家唔知係咪？我知，因為我冇做牧師之前，我係讀輻射嘅就係搭飛機啊。有一種咧叫做 cosmic radiation 宇宙射線啊，係充滿咗喺呢一個世界呢個宇宙嘅裏面。呢一幅圖咧，希望你大家睇得明啦。人喺地平線嘅時候咧，個輻射量好低嘅，因為大氣層係保護住我哋啊。嗰啲輻射咧經過大層咧就會係減弱咧，去到咧地面嘅時候咧差唔多冇啦。哇！但係當你搭飛機咧，去到平均民航機大概一萬公尺度啦，係咪？或者12000公尺嘅時候咧，嗰個輻射量咧就高好多倍噶啦。咁咧，所以咧就係咁，仲搭唔搭飛機啊？打，我哋都仲係去玩嘅，係咪？所以咧就係輻射啊等等咧，呢啲會導致人係會有病。生態環境第一個患病嘅原因，第二個原因咧係先天嘅疾病啊。先天嘅疾病或者叫遺傳嘅病咧，其實係分兩種嘅。咁congenital disease 咧，其實係分兩種。先天嘅病即係一生落嚟嗰個人就有病嘅咧。咁醫學上面分兩種嘅。第一種咧就係父母遺傳嘅因子傳咗落去俾嗰個細路仔咧，使佢有病嘅。呢個第一個原因啊。而第二個嘅原因咧就係唔關嗰個父母嘅遺傳嘅因子嘅事嘅，而係一個胎兒嘅喺媽媽嘅肚裏面成長嘅過程咧，一啲不可知嘅因素咧，導致佢咧係有問題咧，咁生出嚟咧又係先天性噶啦，所以咧有呢兩種嘅喎。遺傳因子嘅病例最好講嘅就係地中海貧血啦 thalassemia 啦。爸爸媽媽本來係冇地中海貧血嘅，但係問題佢哋帶住一個隱性嘅一個 recessive 嘅 genes， 大家睇唔睇到啊？希望大家明白啦。佢哋冇地中海貧血，但係佢哋分別都帶住一個隱性嘅 genes。咁當我哋生 BB 嘅時候咧，就有1/4嘅機會咧，就生咗兩個 recessive 嘅 genes 出嚟咧，就會變成咗一個地中海貧血嘅患者啦。咁所以咧就結婚之前咧去做身體檢查咧，而家係必須嘅，一定要做噶啦，係咪？咁呢個係病例咧，就係遺傳因子嘅。咁胎兒成長嘅病例，我哋用Nick 啦，我諗佢唔會介意嘅。咁呢個係呢一個基督徒啦，一個佈道家啦，一個演說家啦，用佢嘅生命影響千萬嘅激勵咗唔同嘅人，佢叫佢做 Nick， 係咪？咁咧，但係問題咧就係佢而家 Nick 咧有4個細路仔女啊，咁佢哋啲手腳咧全部都係正常喎，有冇留意啊？即係話咧，阿 Nick 咧佢嘅病唔係因為爸爸媽媽嘅遺傳因子造成嘅，而係佢喺媽媽嘅肚裏面成長嘅過程，唔知發生啲咩嘅因素，
一啲不可知嘅因素咧，就造成咁樣樣。嗱，所以出嚟咧都係先天性嘅病啦，所以有兩種啊。嗱，所以人患病咧，生態環境咧，先天嘅疾病啦，咁仲有第三咧，就係不當嘅照料啦。本來唔應該有病嘅，但係因為不當嘅照料咧，就造成咗佢有病啦。嗱，飲食方面咧，禍從口入啦，食得太甜會點啊？糖尿啦 ，diabetes 啦，係咪？食得太鹹會點啊？腎病啦 ，renal failure 啦。食得太肥會點啊？有心血管病啦 ，cerebral vascular accident 啦。咁又食得太多咧，有腸胃病啦 ，GI tract disease， 全部都係由食嗰方面禍從口入嘅。咁大家仲食唔食啊？講個笑話俾大家聽啦，發生喺我個人嘅身上啊，等大家唔好聽到聽得咁悶啊。咁有一次咧，我就一個人喺餐廳嗰度食飯啊，哇，太好味喺度食下，你知唔知發生咩事啊？冇嘔未嘔。食食下，忽然之間嗰個肚近住個肚個恤衫鈕自己爆開啊！你似乎睇卡通片先睇到呢啲啊，發生喺我身上啊，冇掂過佢啊！太好味啦，因為最近都肥咗啦，係咪？嗰啲韓國嗰啲恤衫又唔係好啱啊！嗱，所以咧食得太多啦，冇節制咧。咁呢個係不當咁嚟到照料自己啊！過度嚟到操勞啦。嗱，聖經裏面咧講到呢，保羅喺腓立比書嗰度話，他們很想念你們眾人，並且極其難過，因為你聽見他病了，他實在是病了，幾乎要死。嗱，點解啊？點解佢病啊？因他為作基督嘅功夫，幾乎至死不顧性命，係做嘢，佢侍奉搏命得滯，冇好好照顧自己嘅身體，病到要死，過度嘅操勞。咁你講日本人就係工作過勞嘅，工作狂嚟嘅，係咪？真係有病做到死喎，真係有喎，係咪？咁而根據世界衛生嘅組織咧，咁咧過去嗰10幾年咧，全世界每年死於工作過勞嘅咧70幾萬嘅平均有，男多呀女多啊？男啦，係咪？男性咧多過女性2倍嘅工作過勞。咁講到呢個唔識得照顧自己呢，本人梁牧師都要認罪悔改，因為大家知道我去完濟州島係咪啊？知道我去完旅行啦，係咪？咁啊，其實咧我講完堂慶嗰堂道咧，已經係唔舒服噶啦。咁咧就第二日咧就約，即係搞高晒咧，就同太太飛呢個濟州島。咁咧，太太已經同我講啦，不如取消啦，機票冇所謂啦，又唔係好貴，咁酒店啊未俾錢嘅。咁到第二日我醒嘅時候，冇乜嘢咯，冇病咯，咁咪飛咯，係咪？咁啊飛咗去之後咧，其實都冇問題噶。咁啊，如果咧我淨係去 shopping 啊，去坐下咖啡店，咁啊冇問題嘅。但係咧，我哋即係去過好多次咧，爬呢一個火山啊！哇，去到個火山咁靚，爬唔爬？你見唔見到大叔啊？韓國大叔去釣魚幾寫意啊！咁結果咧，我忍唔住咧就爬上呢個火山嗰度。哇！咁上到去咧就好大風咧，又凍咧，咁結果咧翻嚟第二日咧就係呢個火山口啊！上到個火山口嗰度就好凍啊，好大風。咁啊，濟州島嗰陣時都10零度啦，咁唔算太凍。咁第二日落嚟咧就發高燒啦，咁啊39.5，高唔高啊？咁就根據我太太嘅判斷咧，就隨時肺炎噶啦。咁啊，如果肺炎咧喺呢個韓國嗰度醫咧都幾麻煩嘅，幾長手尾嘅。咁啊，翻嚟香港咧就係3程嘅飛機程啦。咁如果喺飛機上面肺炎咧，又好麻煩噶。咁點咧？咁啊，上個禮拜4朝頭早就開始就病發。咁結果咧就係另外再買咗2張機票咧，就喺深夜嘅時候，禮拜4深夜嘅時候咧，就11點鐘咧喺濟州島嗰度起飛。咁啊，翻嚟香港。咁啊，我都祈禱啦，因為聖經嘅裏面咧，神主耶穌咧就醫治嗰啲害熱病嗰啲啊。因為你高燒咧 Panadol 係冇用，
咁祈禱叫耶穌降低我嘅發燒有冇用啊？有用，咁啊真係降低咗喎。咁咧成程咧飛翻嚟咧都冇乜問題喎，咁都仲係發燒嘅嚇。咁啊翻到嚟香港嘅時候咪入呢個機場嘅，今日機場咪有啲 counter 有啲鏡照住你睇下你有冇發燒嘅。咁嗰陣時大概凌晨2點鐘啊，大家記唔記得有冇印象啊？即係入去呢個機場嘅時候會有啲照你有冇發燒嘅。咁我專登遞去埋去咧都冇人理我，應該捉我出嚟啊嘛，我肯定係仲燒緊嘅。我專登樣啦，瞓緊覺咁好似掂行掂過啊嘛，翻嚟香港，咁我就由呢一個嘅浸會醫院，即係由機場直去浸會醫院啦。咁啊感恩咧就啱啱就係我即係睇開我個醫生當值啊，咁咧就即刻落抗生素咧，就好快就控制咗個病情啦。咁咧所以咧就要即刻翻香港咯，我覺得即係如果有咩問題嘅時候，第一時間嚟到翻香港。咁我冇事啦，咁但係我都認罪悔改啦，掛住玩，冇好好地嚟到照顧自己嘅身體。嗱，所以咧就應該俾大家一個溫馨嘅忠告，好好咁嚟到照料你嘅身體，因為好多病係因為唔適當嘅照顧而帶嚟有病嘅。嗱，生態環境導致我哋有病，先天嘅疾病導致我哋有病，不當嘅照料導致我哋有病。咁喺神學嘅角度咧，犯罪嘅後果使到我哋有病。喺呢一個嘅申命記都咁樣講，耶和華因你行惡離棄他，責罰你臨到，要用呢個癆病、熱病、火症、瘧疾嚟到攻擊你。嗱，聖經講得好清楚，人有病係因為犯罪。嗱，咁實際嘅犯罪嘅病例咧，講埋呢一個哥林多保羅講責備哥林多教會嘅信徒。佢哋又犯罪又領聖餐，所以佢話咧，因此在你們中間有好些軟弱的與患病的，死的也不少，係咪？又犯罪又領聖餐。嗱，犯罪嘅病例就係性傳播嘅疾病啦 ，sex transmitted disease 啊，好簡單，你犯罪就會染病，冇犯罪就唔會染病。嗱，呢個神好公平嘅，不過啦，當然有例外啦。呢個咧即係傳播呢個艾滋病毒嘅時候咧，有3個途徑。第一咧就係呢個性行為唔安全嘅性行為啦。第二咧就係針筒，而第3咧就係個 BB 喺個媽媽個肚裏面就感染嘅。咁呢個 BB 有冇犯罪啊？冇嘅，但係因為媽媽個肚裏面佢就感染咗呢個艾滋病啊。嗱，所以咧就但係一般嚟講咧就係犯罪係導致一個人有病啊，呢個係聖經裏面一個重點啊。所以主耶穌就同嗰個犯罪嘅婦人講，從此不要再犯罪了。生態環境、先天嘅疾病、不當嘅照料、犯罪後果，仲有魔鬼嘅攻擊。嗱，大家有睇過約伯記係咪？於是撒旦從耶和華面前退去，擊打約伯，使他從腳掌到頭頂長毒瘡。嗱，約伯冇犯罪嘅，亦都冇講佢身體不受呢個唔正當嘅照料等等，係完全係因為魔鬼嘅攻擊啊！咁然後研究聖經嘅人咧，就認為呢種係一種嘅嚴重嘅麻風病嘅一種。嗱，所以呢個係因為魔鬼嘅攻擊。仲有一樣咧，人患病原因就係一個衰老嘅過程啊！人年紀大咗嘅時候會點啊？年紀大跟住係咩啊？大家有獎品得啱咗嘅。人隨住年紀大，身體就會出毛病啊。咁有一次咧，我就同一個牧師朋友傾偈，咁佢數俾我聽，咁我就集低咗啊！嗱，同大家分享係嗰個牧師數俾我聽，佢話40幾歲，40歲開始。隻眼睛就會點出毛病噶啦，係咪？眼花或者係呢個白內障啊等等。
50歲咁就會有筋骨嘅問題啦，係咪？周身肌肉啊，筋骨就會酸痛。咁有一種病咧，就叫做50肩啊。點解叫50肩啊？50歲開始噶嘛，發病係咪？60歲開始咧，腸胃嘅問題啦，食得唔多啦，又胃滯又胃脹咧，就要少食多餐，係咪？70歲開始咧，有心肺嘅問題，心肺功能啦，咁咧做少少嘢，喐少少就會點啊？氣寒氣喘啦，就會嗱。所以人隨住年紀大咧，身體都會出毛病。所以咧，第一個重點就係人總會有病咧，係同神嘅愛係無關嘅，唔係因為有病就等於係神唔愛嗰個人。嗱，呢個係第一個好緊要嘅道理。好啦，嗱，第二個道理咧，我哋睇第6節同埋第7節啊，約翰福音第6節第7節啊，請大家讀啊，請讀。係啦，耶穌聽到拉撒路病了，冇第一時間去，仲喺嗰度住咗2日，然後再去猶太，咁而拉撒路咧，頭先我哋講嘅喺邊度啊？係頭先叫你記嘅，伯特利，係啦，伯特利，即係再去猶太，反方向。嗱，第二個道理咧就係主係有佢嘅時間，耶穌有自己嘅時間掌管，呢個道理好緊要。一切嘅時間上面嘅安排咧，都係掌握喺主嘅手中。人喺病嘅裏面咧嘅想法，第一就係唔好咁辛苦啦，係咪啊？第二咧就係快嘅康復啊。所以如果咧我哋見到有人有病嘅時候，祝君乜嘢啊？早日康復，即係快啦，係咪？但係現實嘅情況咧，心急得嚟都係冇用。人患病嘅時候，通常都會心急，但係冇用。傷風感冒要幾多日？你哋講啊，幾日啦？係咪？腸胃問題要幾耐？幾個月啦？係咪？保羅一根刺蹲咗幾耐？呢個聖經問題嚟嘅，幾耐？14年啊嘛，係咪？求過3次主啊嘛，14年。瘸腿嘅病人喺約翰福音噶，蹲咗幾耐？38年。一切嘅時間都係掌管喺耶穌嘅手中，你要記住呢個道理。嗱，主耶穌係有計劃嘅。主耶穌等拉撒路死咗4日，然後咧眾人嘅面前叫佢復活，以致咧眾人都能夠相信咧主就係父神所差嚟嘅救主或者彌賽亞。嗱，呢個就係主耶穌喺拉撒路身上面全盤嘅計劃。嗱，所以佢冇即刻去。神喺每一個基督徒身上都有佢嘅計劃。基督徒喺病患之中，我哋可以做啲咩嘢啊？既然神係有計劃，仰望神，希望可以經歷到神俾我哋嘅能力，經歷到神嘅同在，經歷到神嘅看顧同埋醫治。嗱，呢個喺病患裏面可以做。等候神，當我哋喺病患裏面嘅時候，喺病床上面嘅時候，等候神嘅話語啦，等候神嘅聲音啦，睇下神有咩感動你啦，或者指引俾你啦。第三咧就係省察自己啦。嗱，頭先我哋講過咧，病其中一個原因係乜嘢啊？係因為犯罪，係咪？唔一定嘅，但係我哋都有一啲時間嚟到省察個人方面嘅，又或者咧，我哋省察個人，我哋冇問題啊。我知道自己冇問題，但係喺家庭成個家庭嚟睇有問題，喺家庭嘅成員嘅裏面出問題，
或者係譬如犯罪啦，遲遲冇得到解決啦，嗰個嘅神唔喜悅嘅事啦，或者啲嚴重嘅罪未認清楚啦，不了了之啦等等。嗱，呢啲嘅省察都係好重要。咁喺病患嘅裏面，我哋需要省察，然後學習功課，學習生命嘅功課，使我哋生命能夠進步。我相信呢個就係神喺基督徒身上面嘅計劃。學歸回安息啦，主耶和華以色列嘅聖者曾如此說：你們得救在乎歸回安息，你們得力在乎平靜安穩，係嘛？學呢一個安息嘅功課，學信心嘅功課，弟兄姊妹，樣樣都唔掂。跟住下面嗰4個字咩啊？呢個唔係咁容易答咯。樣樣都唔掂，邊個可以答我？跟住係咩嘢啊？冇人敢答啊！一齊讀啊！仲有耶穌。嗱，呢個就係信心嘅功課，係咪？主有佢嘅時間，主有佢嘅計劃，主有佢嘅主權。神喺任何人身上都有絕對嘅主權。神喺拉撒路身上面有主權，容許佢患病死去復活嚟到榮耀神。神喺保羅身上面有主權，容許佢有一根刺，呼召佢做外邦嘅使徒嚟到榮耀神。神喺你同我身上都有絕對嘅主權，為咗去榮耀神。嗱，舉例啊，神喺我哋身上咪主，譬如我自己啊，我身高係1.7米嘅，咁啊平均香港人嘅高度係幾多啊？係1.74.8米啊，差唔多1.75米啊。咁但係神俾我哋係1.7米嘅啫。我想高2寸得唔得？弟兄姊妹，我想高2寸得唔得？得，買對高踭鞋咯。啊，姊妹你高7寸都得啊，只要你買對7寸嘅高踭鞋就得。但係問題就係你本身你嘅人高矮肥瘦已經係由神嚟到定奪，呢個係神喺人身上面嘅主權。人生命嘅主權喺神嘅手中，順服安排，生命就會蒙福。有時有啲嘢我哋冇得揀嘅。我舉我自己嘅例子，1995年我要順服神，全家去到柬埔寨嗰度金邊嚟到宣教，冇得揀嘅，神要我去我就去。咁咧嗰陣時，當時嗰啲人就話：哇，咁你就影響到你個細路讀書啦。你最緊要嘅細路有好嘅讀書啊嘛。咁你害咗個仔嘅教育啦。去到啲咁嘅地方，邊有好嘅書讀啊？有冇害個仔啊？冇啦，後尾個仔咪讀得幾好，係咪？因為當你順服嘅時候，就有神嘅祝福；順服神嘅時候，神嘅主權就有神嘅祝福。願神得着一切嘅榮耀，願神喺人身上面得着榮耀。神嘅時間、神嘅計劃、神嘅主權係同一樣嘢嚟㗎。希望大家能夠明白呢個真理。所以有一個溫馨嘅忠告就係，我哋要將我哋嘅生命全然嘅交託俾主。呢個功課係好緊要。我哋講咗人總會有病，主有佢嘅時間。嗱，最後我哋講呢第3方面嘅道理，請大家讀啊，請讀。唔該大家，係啦，人有病係能夠彰顯神嘅榮耀。神容許拉撒路身上面嘅作為係患病死去復活，為咗要叫神得榮耀。神係可以透過每一個人身上嘅作為嚟叫佢得榮耀啊。例如保羅喺加拉太書嗰度講：你們知道我頭一次傳福音給你們，是因為身體有疾病。咩病啊？眼有病。佢雖然眼有病，
但係到處嚟到傳福音，嚟到榮耀神。台灣有一個姐妹已經返咗天家噶啦，杏林子16歲開始咧就患咗呢個類風濕關節炎，一生都患病，但係佢一生寫嘅作品能夠無數咁嚟到激勵人，使到神係得着榮耀。我哋都可以喺病嘅裏面嚟到可以去榮耀神。你話我哋點樣做呢？人喺患病嘅時候，有時咩都做唔到。嗱，請你注意呢一節嘅聖經，請讀呢一節聖經，請讀。主耶穌話：信就係作神嘅工，你做唔到啲乜嘢嘢，但係你喺病嘅裏面，你堅定不移咁嚟到相信神。堅定不移咁嚟到信任神，呢個已經係做緊神嘅工作，呢樣已經係榮耀緊神，已經係可以榮耀神。我哋感謝神。從今以後，我哋對患病係有唔同嘅睇法同埋態度。即使有病，神仍然係好愛我哋；即使有病，神仍然係有佢嘅計劃；即使有病，神仍然係可以得榮耀。我哋一齊低頭，我哋祈禱。親愛主，當我哋低頭安靜嘅時候，祈求你嘅聖靈降臨喺我哋嘅身上，去開通我哋裏面嘅心思，嚟到睇到神你嘅慈愛喺我哋嘅身上，同埋你一切奇妙嘅作為喺我哋嘅身上。主啊，我哋所經歷嘅都唔容易，特別喺身體上面嘅毛病，同埋心靈裏面嘅軟弱。求主今天早晨對我哋說話，用你嘅話嚟到安慰我哋，用你嘅話喺我哋嘅內心成為力量，成為光明嘅指引，讓我哋睇到主你幾時都係咁愛我哋。主啊，你喺我哋身上面有奇妙嘅計劃，你要使用我哋呢啲卑微嘅生命嚟到榮耀你嘅名。主啊，你係我哋嘅力量，你係我哋嘅安慰，我哋感謝你。禱告係奉耶穌基督嘅名祈求，阿門。請主席。